咳咗成個月都唔好，小心未必係感冒咁簡單。肺炎初期好多時都冇明顯嘅症狀，好多肺炎病人一開始都以為自己只係小病，但其實若果持續咳嗽、聲沙、心口痛、氣促，又或者體重無緣無故下降，呢啲都好有可能係肺炎嘅警號。如果咳嗽超過3星期都未有改善嘅話，就要盡快揾醫生做身體檢查啦。唔好以為唔食煙就一定安全。喺香港患有非小細胞肺癌嘅病人入邊，大概一半帶有 EGFR 基因突變，呢種突變較常見於女士同埋唔食煙嘅人。另外，有肺癌家族史嘅人患肺癌嘅風險都會提高。換句話講，後生唔食煙或者有家族史都一樣有風險。最緊要記住，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屋企人有以上我頭先講嘅症狀，持續超過3星期都未好嘅話，唔好再拖啦，快啲約你嘅醫生做身體檢查啦。